半央授权客家名录学站，每日一项语新闻。客家备战会主任备战鼓受会出席2024第二届国家语言发展会议正式大会开幕式，期盼大家共同合作，互相学习，透过跨语言、跨两百个经验交流，创新发展爱到个母语。古主辈表示，国家语言发展会议就2个重要个意义，体制，这是一个当辛苦个过程。因为过去一代个台湾人为民主自由个社会长期累积个大空间，故所爱到爱保护这个民主自由个社会。第二，50年前，爱到无可能直接谈论国家语言，不过这下这几下种语言已经提升到国家语言，这是地位个提升，这是进一步爱发展这几个弱势语言个演进。这2个意义对现代社会十分重要。爱到爱包容无强龙个意见，过去做唔到，今本日爱到做到咧。每下古主辈中接触咱自尽是广告个集团把做理儿，好乐杯就像伫普通平方，下杯就像伫急诊室，演出民俗法伫家父平方，到了下情形还是冇变，故所拜托大家接下众语言强下合作，互相学习。老有创新为几个母语创新下来，强下来发展。以上是客家名录学站个报道。撒下对爱教大家基本日个每日一项语，就是母语，几个母语是客话，几个母语是客话。你学不忙，下礼拜讲来了。